台中市今仔日嘛是停班停课，想袂到台中市区无落雨，搁拄到百货公司上年庆，真侪民众是趁休困冲去大采港。百货公司一开门，就引入到大阵的人群，还有 KTV 嘛是无用试查。业者讲，昨暝一宣布休红台价迄一刻开始，主文定位的电话就亮袂煞。昨暝是愈暗人客愈侪。百货公司的门口徛一堆人，全部拢在等开门。大家做伙冲入去，人是侪家都连坐电扶梯都拢爱排队，才有法度起哩。这人潮是目睭睭。风还好，赞叹好了，赚到啊，赚烂了。就是顺便周年庆可以来抢一下的。台中市透早风真透，也毋过无落雨，每少人拢走出去踅百货公司，附近主要道路拢大塞车。那百货公司人是吵，就连 KTV 唱歌的包厢人嘛是客。民众卖苦假嘞，欢喜唱歌，因为公布放风台高了后，前一暝就冲到 KTV， 一直唱到今仔日早起，连续唱7点钟。不然没地方去啊。放台风假不就要么唱歌，要么看电影，其实蛮难定的，有时候打电话也打不通的。风台假欢喜唱歌 ，KTV 的业者接定位的电话，接个手软。今天的电话定位也都爆满这样。跟假日比起来。多了一倍多。台中市顶一回放风台假是9月初4，当时会当讲是无风无雨，人拢走到 KTV、电影院，也有百货公司。想袂到加个月尾个放风台假，嘛是类似的情形，后面这市民拢讲赚到咯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